係姐姐你好，好，係姐姐你叫咩名啊？哪里？係你今年幾多歲啊47？47，你結咗婚㗎啦係嘛？結婚係你自己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 2個，係幾多歲啊佢哋？ 20歲同10歲，係姐姐你之前係咪喺台灣做過嘢啊？好3年，做咗3年係咪？係啊，你喺台灣嗰度照顧幾多人啊？ 5人，照顧5個人啊？係啊5個人，係邊5個人啊？老闆同先生太太啊係咪先生啊？太太，小孩，小孩，仲有咧有冇老人家啊？有啊婆婆，婆婆婆婆婆婆幾多歲啊？ 80歲，婆婆健唔健康㗎？咁健康，唔健康，要坐輪椅啊？係啊咁你使唔使幫佢沖涼換尿布啊？係啊，要啊係咪啊？要啊。姐姐，咁你喺香港又做咗幾耐啊？香港6年多， 6年幾啦係嘛？係啊6年幾。你而家喺邊度做嘢啊？喺香港？天水圍照顧婆婆，之前喺天水圍做照顧婆婆，婆婆幾多歲啊10歲， ？70歲，健唔健康㗎？咁健康，唔健康，又係要坐輪椅，係啊，你幫佢沖涼換尿布係咪？係啊。咁而家喺邊度做嘢啊？而家我係做嘢喺屯門，喺屯門，照顧幾多人啊？一個人，一個係公公定婆婆啊？婆婆啊，都係婆婆。係啊，婆婆健唔健康㗎？前面呢個？公公啊，照顧公公，哦，公公又健唔健康啊？咁健康啊，唔健康，又係要坐輪椅啊？係啊，坐輪椅啊，你又係要幫佢沖涼換尿布係咪啊？係啊，哦，好啊。姐姐，你識唔識煮飯啊？咁樣？識啊。你識煮咩餸啊？蒸雞蛋、蒸魚，蒸排骨，係煲湯、炒菜。炒菜、煲湯都識啊？嗯，好啊好啊，咁同先生太太講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